喺西九文化區舉行嘅第3屆當代舞蹈盛典自由舞2025，即將喺11月20日至12月7日載譽歸來。今年嘅舞蹈節集合咗本地同埋嚟自日本、澳洲、韓國等亞太區嘅藝術家同藝團，以亞太當下、預見未來為主題，呈現多個跨文化、跨媒介、跨領域嘅當代前衛之作，藉住前瞻嘅視野，探索未來舞蹈嘅無限可能。